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英姐就煲涼湯，煲一煲專門去濕健脾嘅烏雞湯。而家嘅天氣，大家係咪覺得手辣辣呢？冇成身冇舒服，個朋友一齊睇過來。個煲呢就去濕湯，有乜嘢啊？黑雞半邊，土茯苓2-3塊。生薑2錠，紅棗2-3支，五指葡萄1小捆，係嘅嚇。放嗰啲五指葡萄去煲先，放幾粒紅棗，或者五指葡萄我已經煲出入邊，煨出入邊嘅啦。煲湯就好去濕氣嘅，完全冇一中藥味，得閒就嚟試試嚇。煲湯專門對付南方嗰啲異季天氣。